大家问千万二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一句话讲，一粒田螺煮到碗公汤，会当形容过去生活足艰苦，嘛会当讲是一个人碰风讲话无重点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汤。汤第一条，汤就是食材掺水煮的料理，主要的食材若是鸡肉，咱讲是鸡汤。另外，还有鱼仔汤、排骨汤，若菜汤的气味，咱讲是汤头。汤嘛会当讲是空嘴，因为胃着细菌了后，补人流出来的水，像讲生粒仔流汤。另外，这个汤嘛会当讲是水果内底有水分，嘛会讲汤，像讲这粒柑仔就有汤。若古早温泉，有人讲是汤泉。另外有人说汤，这个文音读做汤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苦汤，代表讲因为某一款的原因造成爱去承受的痛苦，嘛会当讲是苦果。若颠倒变的词，就是甜头。第二个词读做烧圆仔汤，这个意思是讲超代志、超工程，用力的交换，互竞争者退出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历史上有一寡婚姻是为了政治利益，才会来烧圆仔汤。上尾落水平平沉，全无当头轻，两边拢去食到苦汤。今仔日甲大家小解这一日读做汤，另外文音读做汤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